呢個政策就只能龜速向上，就絕對冇可能火箭向上。明嘅人就明㗎啦，講得太白，阿爺鬧鬼我㗎。住宅印花稅豁免上去到600萬，你點睇？只能講就係有好過冇咯。但係你話會唔會一下子一支箭樓價飆向上呢？咁一定冇可能嘅，只能係平穩向上嘅啫。所以如果你諗住我揸住400萬嘅樓嗰啲人依家有救啦，我即刻嚟個反價，反到600萬啦！阿寶寶話：咁你又真係想太多啦！今時今日咁嘅時勢，可以走到見貨，已經阿哩吉地，求神拜佛啦，仲諗住想反價喎，真係！阿老闆啊，你反價之前認真諗一諗計一計數，本身豁免印花稅就係300萬4萬2，依家只不過上升到600萬，只係多減咗你12萬。嗰個陳大明會唔會因為多減咗你12萬，然之後俾多幾廿萬同你買層樓呢？我相信呢個天下間唔會有人咁蠢吧。所以呢個政策只係放一啲400到600萬，仲喺度諗緊買唔買樓，唔知買乜嘅情況下，突然間有多12萬喎，咁我就即刻 action 啦，有咁嘅可能性。但係其實呢個可能性其實都係微乎其微嘅咋，明嘅人就明啦，而唔係佢突然間由300萬買層600萬嘅嘢，買層800萬嘅嘢。阿哥啊，首期都係要俾30%啊，300萬嘅首期3成係90萬，600萬嘅首期係180萬，多謝一球啊，老闆！即係你覺得阿豬阿狗都可以攞到出嚟嘅？咁試問聲，又點樣由300萬買嘅嘢，就突然間想去買層600萬嘅嘢，就為咗慳嗰12萬嘢咧？根本就唔 make sense，係咪先？你仲諗住反價喎，真係我真係佩服你啊，夠薑啊！我驚你唔知要擺到幾時咋，老闆。所以你想反價之前諗清諗楚啊！我係最驚你再擺下，唔知擺到幾時咋？與其等人救，不如自救，係咪先？嗱嗱聲就甩咗手去，返現金總好過唔知等到何年何月何世啊！明唔明啊？我執啲筍盤返嚟啊，可能仲啱數啊，兄台。要放盤嘅人，快啲打俾我啦，拜拜。